今次家居風水就去到大埔嘅明雅苑，柏師傅就話呢間屋風水好好，望出去有水，仲有左青龍右白虎護住，前面嘅茂密叢林仲可以幫戶主聚財添。嗱，其實全個單位最好嘅風水嘅格局咧，就係我哋見到呢個咧聚咗個水喺度哦。咁但係目前咧擺咗張梳化咧，就將成個風水嘅格局咧係破壞晒啦。因為呢個格局叫做咩咧？背水一戰。嗱，我哋真正要做係點樣咧？我哋要將個梳化咧係擺過嚟呢一邊啦。咁因為擺咗之後咧，就做一個格局叫做引水歸塘。掉咗個梳化之後，就要喺窗台加一個流水翻騰嘅水晶擺設，將財氣引入屋。記住流水要向屋內，如果唔係財氣就會流走噶啦。主人房同廚房又犯咗門沖問題。嗱，呢個單位嘅西面咧，明年咧就係一個添丁添財嘅位。嗱，如果個戶主咧希望添一個精靈嘅 BB 咧，就可以喺呢個位置咧擺一個彩燈、紅色水晶球同埋8粒石春咧，就自然咧旺丁旺財。希望戶主可以快啲做爸爸啦〜